無論目的係乜，救到人就係英雄。5歲嗰陣愛上畫畫，到中3時立志要成為漫畫家。當時為咗讀 art， 好努力讀書，從中認識咗畫開同人嘅朋友，先發覺自己畫工同其他人有段距離，所以專心練習畫畫。後來受《死亡筆記》啟發，發現原來漫畫都可以咁刺激。我自己嘅畫風並唔工整，好多時都係隨心咁去畫，所以每套都係新嘗試。每次畫漫畫之前都鍾意先睇一部自己喜歡嘅漫畫，為自己熱身，好似幫自己刨尖啲鉛筆咁。今次嘅故事係關於日本現代嘅陰陽師，係家族嘅榮耀同自己想做嘅事情之間周旋，係一個用比較 pop 嘅手法去畫出對付怪獸嘅王道打鬥漫畫。其實港漫都可以好靚，希望更多人欣賞到本地創作。